咱常常讲到虫，咱袂去分什么款的界定。不过，这个新德保基社团邀请老师来教大家安怎分辨虫拖也有昆虫这两个无共款的所在，而且还有炸标本伫咧现场展示，会当哪算哪学讲台语，是讲这虫的台语要安怎讲？啊，毋是四肢脚的野兽，啊，毋是人，拢会当叫做虫拖，吼，这就是虫拖。啊，毋过咧，虫拖刷落来，即个我讲的昆虫就是六肢脚的。老师一开始先教大家虫拖参昆虫有啥物无同，佮讲故事，互囡仔认捌各种昆虫。来参加活动的民众讲，用这款方法来学台语，感觉真趣味。我感觉足特别的，因为我家己嘛无足熟悉，实在会使搁较了解一下。使学着足侪昆虫的虫类的正确名义安尼。比如讲剪仔菇，啊个竹马，这两项我之前毋捌大家过。我感觉今仔真趣味。伊叫做竹马啊，就是因为伊就亲像阮母啊讲细汉的时阵咧，耍迄落迄骑马相争，伊就亲像迄个竹马同款，所以就叫伊竹马。老师搁再来画竹马甲鹿角菇、剪仔菇的标本，互大家伫现场直接用手来摸看卖。上这个课的老师，也是母语家庭的妈妈，伊就是认为目前生活中的台语资源伤少，才会发挥家己的专长。规气家己去推广，家己教。因为即马台语的资源较无够啦，所以就是因为阮家己嘛是母语家庭，我家己也嘛是母语家庭，所以就是比如讲，我家己拄啊好有相关的背景，啊，搁有囡仔就是开始会好闲讲，这要安怎讲，迄要安怎讲，啊，就想讲安尼规气，我家己就是用我家己的背景啊，想煞就来教遮个囡仔。囡仔上介意的都是菇仔类的嘛。一般譬如讲热天啊，上济会伫咧厝仔顶看到一支的，就是咱讲的独角仙，叫做鹿角菇。两支的，就是有迄个超形虫，就叫做剪仔菇。趣味的活动，互大人囡仔拢感觉真新鲜，也对昆虫有更较深的认识。来参加的家长讲，后摆出去外口就知影，原来虫拖参昆虫有啥物无同，会当叫出因的台语名。记者刘君豪，新潮报道。